我哋講嘅題目咧，就係喺馬拉松比賽過程之中咧，點樣避免中暑？我哋知道馬拉松咧高強度嘅運動咧，其實咧係可以產生15倍以上嘅熱量，同時咧身體會適應呢種情況咧，亦都會散熱咧，係幫助我哋減低個體温嘅。咁所以馬拉松比賽咧有機會引致高温症，亦都同時有機會引致低温症。呢個完全視乎嗰個環境嘅因素啦。水分嘅補充啦，咁樣環境方面咧，我哋知道當日天氣嘅温度啦，有冇陽光嘅直射啦？直射嘅陽光咧可以提升到攝氏8度。跟住我哋要睇嘅咧就係濕度啦。濕度最舒服嘅濕度咧就係50%-60%之間。但係如果高嘅濕度咧，亦都可以提升我哋嘅温度啦，去到2%至5%之間。有冇風吹，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因素。如果有風吹嘅話咧，可以降低體温。但係如果我哋經過隧道啊，或者冇乜空氣流通嘅地方咧，個體温亦都會提升嘅。咁為咗避免呢啲熱力嘅影響咧，我哋亦都要好留意嘅環境因素。熱壓力咧對身體咧有唔同程度嘅影響。輕度咧會引致一個熱水腫、熱抽筋，而中度咧係一個熱虛脫嘅情況，嚴重咧就係中暑啦。熱引起嘅水腫同抽筋咧，一般嚟講咧，我哋用一個物理治療嘅方法咧，都處理得到。熱虛脫咧已經屬於嚴重嘅一個反應。個病人好多時咧就發覺有一個面紅耳熱啦，好多汗出啦，體温好高，38至40度度，開始個人有啲敏疹，甚至語無倫次，嚴重咧會昏迷。要盡快去處理。最嚴重咧就係中暑嘅情況，通常個體温咧去到40度攝氏以上，身體已經失去咗散熱功能，所以冇乜汗出，個人咧好快咧就進入一個不省人事甚至死亡嘅情況。死亡率咧係接近70%嘅，係一個緊急嘅醫療情況咧，盡快要送醫院。為咗避免熱力嘅影響咧，我哋應該喺個運動嘅過程咧，留意散熱嘅情況，要着一啲輕便、透氣度高嘅衣服，盡量避免一啲純棉質嘅衣服咧，因為汗濕咗之後咧係散唔到熱嘅。咁適當嘅水分補充啦。最重要就係過程之中，如果你發覺有抽筋啊、頭暈啊、體温過高咧，就盡快要休息啦，唔好夾硬嚟啦。